诗第31首。天父疼咱世间贱人，咱先请思琴对头到尾来一届。天父疼咱世间贱人，手术毒死圣囝。拯救赎回显明疼痛，天父实在是疼。天父上帝真正是疼，连我也得伊疼。救我一切污秽罪过，天父上帝是疼。这首圣诗因为咱足熟的，所以咱就无对第一节开始唱吼，咱直接对第二节开始唱吼。3来。虽然我无罪过给他，为给天父生命，救主的天是我罪过，照顾伊也是这首圣诗，你若看下骹圣诗下骹的迄个资讯吼，这首圣诗实在是算真老的一首圣诗，因为伊对1936年的版本的圣诗开始收伫咱教会圣诗内底，嘛算伫迄个时阵，除了咱台湾人家己写的作品以外，唯一的一首亚洲人写的圣诗吼是。日本真有名一个音乐团的山谷总集的代表作吼，所以咱若较久长伫教会的礼拜，对这首圣诗拢会真熟。好，咱搁来唱第4节。天父疼痛，更亲更痛，亲人应该爱你，着给更多，再给更多，你救着叹气息。继续先咱唔通愈唱愈慢吼，迄个拍数爱甲开始唱的相共吼，莫唱到后来，唱到第4节就愈来愈慢安尼吼。好，咱来看下第2首，圣诗384首，384首是拄讲对。是嘛？对不起。主讲若要做我学生吼，好这首圣诗是伫教会这期差不多拢是伫大斋这期，就是伫这个时阵伫唱圣诗。咱嘛是由完先请苏琴对头到尾弹一届。384首。主讲若要做我学生，也你是家缀我进前，甘心乐意，也你是家诚实谦卑的心内底。咱来唱第1节、第3节、第4节。再来。叫你。
时阵，听迄个歌词吼，会听到迄个台语的迄个押韵，拢伫差不多一句的上落尾吼，所以咱咧唱的时阵就愈来愈感觉。搁过来，伊即首圣诗的歌词是有一种渐进式吼，家己的时价，家己的时价了会搁安怎，了会搁安怎，了会搁搁有发生啥物代志，所以大好真甲咱即马大财这期要准备耶稣的受难的迄个心情有小呼应吼，所以等咱咧唱的时阵，邀请咱一边唱的时阵，一边来去想象耶稣咧举迄个时间，咱对耶稣主耶稣基督举时间迄种心情吼。好，来唱第3首圣诗146首。圣诗第145首，我的救主降生，别离形城。我的救主降生，别离形城，安眠伫座内，卑微无名声，也毋是基督着乌老伊名，主底找我，找我，主底找我，找我，主底找我，找我。也毋是基督着乌老伊名，主底找我，找我。若是会晓分布的，咱来分布去吼，特别是第3甲第4的迄个部分吼。3来。一个小块的所在，咱若是转去到上头前，回去第一节开始。melody 拢相共吼，确实伊的附点拍数无共。第一句是安尼唱：我的救主降生，别离形城，暗暝伫座内，卑微无名声。再过来即段，也毋是基督着乌老伊名，乌老伊名。甲第一句的别离形城的差别是，别离形城有附点吼，别离形城。乌老伊名是无是乌老伊名，所以真小可的无共，确实咱在唱的时阵爱小可注意一下。好，咱来第3节小前奏，3来。我的救主只是有骨的肉体，看我天条外了有个西北，他已出下救我的地来的，主来救我，救我，主来救我。时间。请咱大家闭眼心来敬拜上帝。
上主啊，你的慈爱怀甲拄天，你的信心甲强超，你的公义亲像一悬的山，你的判断亲像深渊。上主啊，人甲今生你拢眷顾。上帝啊，你的慈爱哪会遐宝贝？世间人拢来你伫你一个会保护的，因要伫你的厝享受丰富的宴席，你要互因淋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对你的光远看见光，作为来吟圣诗第31首。天父听咱世间正人，请徛开言。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你的独生囝是阮的主耶稣基督。伊本有上帝形象甲荣耀，却甘愿谦卑，
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用人的形体出现。伊体贴阮的软弱，伊受试探无犯罪。伊伫迄个残酷的十字架顶顺服到死，毋是因为软正，是因为要承受阮的罪过。伊有搁我海赢死亡的关系，为阮开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互阮有永生的愿望甲喜乐。阮看到伊顺服到死，成做阮的模样。救赎阮的主，你是摒空家己，阮是放大家己。阮伫网络的世界，用点阅率来让阮的尊严，用网红的身份来换着地位。心灵哪活哪稀微，阮心因网络比阮搁较了解阮家己。互阮甲当看爱看，听爱听，哪久阮对想法无共的人，就愈学得了解甲包容。你的公义是伊伫我选，阮煞当作武器，战来战去，武甲失明。你的慈爱是连结，阮煞当作负担，心门袂开，失去平安。阮承认，阮的心有时真歹转，甚至硬甲无好意，甘愿徛伫自我中心，毋敢活出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听见你叫阮三款待，阮心内想讲，安尼敢袂受伤？听见你叫阮三赦免，心内就想讲，安尼敢有公义？求你赦免阮，领受你无尽的恩典，内心，阮煞要揪伫迄个惊吓的壳内面。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阮生命的模样，是阮一生的追求。阮伫你的面前静静想，阮敢有真正照你的形影来活？阮敢有勇气放落遐个无合你旨意的烦恼？甘愿举家己的十字架来面对你？阮的行为甲言语，敢有帮助伫教会、伫生活中来拄着你？亲爱的天父，求你用你的慈爱拆毁阮心中的墙，以致阮对苦难的冷淡，洗净阮对美好的麻痹。求你赐阮勇气，毋通将公义当作口号，互主爱重新成做阮生命的困难，激励阮着勇敢对你的下步来行。这时，阮用主驾驶阮的祈祷文来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对亲像天迄里，阮的一切愿你管，下面阮的国务，亲像阮下面阮的人，我哋传阮的意思，就叫阮管理的太爷，民国管理第二等公是你所，代代无尽。阿免。听者，将咱献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48篇。启应文第48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以赛亚书第53章。咱做伙来启应。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互伊的僕人，亲像新的眼爆出来。伊无好形象，无好看头，通吸引人。伊互人看轻，受人气散，
人压面唔看伊，伊得较有担当咱的忧闷，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伊为着咱的过失，互一清惨。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马路羊马路，上主将咱正人的罪都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伊亲像羊羔，无人牵去抬，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无人掠去。为着我的子民的罪，我受鞭拍。虽然伊无用暴力，人将伊甲歹人带做一堆，总是上主的旨意，互伊受鞭拍，受苦楚。伊的长岁寿看着行行顺顺。经过受苦，伊会看见光。我伊的目的，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所以，我要互伊较有地位的人，分所有得到的份额。因为伊放下性命甲死，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做回来念圣诗第384首，主讲，若要做我学生，请徛徛言。
主爱天父，你捌讲对上细到上大个，拢会敬捌你。你的主爱关甲拄天，信心达甲强冲。你的公义像极悬的山，暗断深，像深渊。阮感谢你找耶稣来拯救阮，担当阮的罪过，互阮得到平安甲医治。阮无搁再是外人，是你的囝儿，求你的光照阮的心，求你的圣神伫圣会中大大来运行，互阮对路事的正道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旨意？互阮对伊带来对神学院的关怀，较要紧，上帝你要对传道人的这个培养，互阮听见佮明白，互阮明白佮有意愿，莫互阮甲停留伫迄个意愿内面。求你嘛，想使困难，互阮活出来，帮助阮活出所信，用专心、专情、专意来听主，阮的上帝，听厝边亲像家己。伫家庭、职场、教会甲社会，用人敏甲公义对待身边的人，用活命见证福音拯救的大困难。求你帮助阮伫这个世代做光做盐，用公义做外袍，甲义道结连，结出济济果子。虽然阮伫这个世间的生活，但是无要照这个世间的方式来挣扎。伫阮暂时受苦了，你一定会亲身甲阮重新来建立，助阮溃难。互阮坚固徛在，愿阮一切所行拢荣耀你的名。阮将一切交付伫上帝大伟大的手中。愿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来读圣经。今日圣经节是记载伫以赛亚书52章。13节甲53章第1节，第二段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到第9章第1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上主讲：看咧，我的仆人要做一定会完成，一定会受高举，得到荣耀。受高升甲至悬，真侪人看到伊会奇怪误影，因为伊的面貌受损伤，伊的外表无亲像人的款式，安尼伊的好万国着惊。佛列王暗嘴毋敢讲话，过去毋捌受领受的人会了解。毋捌听见的人会晓悟，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的贵力捌对啥人提显示？耶稣甲伊的门徒去该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乡村，伫路中，伊问因讲。人讲我是虾米人？因应讲，有人讲你是施洗者约翰，有人讲是以利亚，嘛有人讲是先知中的一个。耶稣阁问因讲：恁咧？因讲我是虾米人？耶稣应讲，彼得应讲：你是基督。耶稣命令。因千万毋通对人讲起伊的代志。耶稣开始教示门徒讲：人
民主一定受真侪苦难，互长老、济市长甲经学教师拒绝，搁互人害死3日后搁活。因将这个代志清清楚楚甲因讲，彼得就将耶稣去边仔，甲伊责备。耶稣活过来，看门徒责备彼得讲：撒旦闪过，你想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然后耶稣甲群众甲门徒叫我来，对因讲：要对我的人，就完全否定家己，也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因为拯救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丧失家己性命的，会得到，会救着性命。人得到全世界，煞丧失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人会当用啥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伫即个淫乱邪恶的世代，人若因我甲我的话感觉见笑，天主伫伊的白的荣光中，甲圣天使来临的时，嘛会因为伊感觉见笑。耶稣佮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徛伫遮的人，有诶还未死以前，会看见上帝国，已经充满大能力来临。愿上帝的话帮助咱，互咱搁较熟悉耶稣。下面要请圣歌队阿萨诗班用圣歌带领咱来敬拜，因为要唱的诗歌是《伫花园里》。
即时请罗俊义牧师分享圣经上帝的话，题目是耶稣是罪。咱在听圣歌对吟诗，就知影，地龙甲耶稣受难伫十字架有密切的关系。伫花园的内面，咱就会想到有两个人甲伊三角顶十字架，其中有一个悔改真侪人。耶稣讲：你通甲我伫乐园的内面。毋茫伫即个大灾节的祭期，咱会当搁重新地思想即种的生命甲信仰的问题。今仔日我是代表台南新人院来甲大家请安。咱济南教会伫关心神学教育一向拢是真出名，所以大家真爱来咱教会。其前会有一个新人院的代表来，佮甲咱讲会爱奉献偌济钱吼。啊，毋过我袂安尼，我袂安尼。我敢若要甲咱讲，新人院的设立，其实就是教会无体。神学教育若用，训练出来传道者自然就会用。所以神学教育若是无体无用，安尼训练出来的传道者就会有问题。台南神学院已经有151年，咱嘛会当安尼想象，一个人若151岁，大概规身躯拢病较济。我安尼讲毋是咒诅，无咱遮气空啊。神学院这150年来发生真济代志，毋但是会亲像一个年老的老母破病，咱得爱家己惜，家己听。神学院有发生过真济问题，这问题毋但是学生的问题，包括先生的问题。咱嘛看见最近有发生代志，有真侪教会真无欢喜，写批去电骂，甚至去指责。我伫想，一个年老的老母若破病，较需要是咱的关心甲疼惜，出来想办法，斗骹手有医治。通过即种的医治来帮助破病年老的老母。神学教育需要医治，就是需要圣神的开力。这个圣神的开力，就毋是咱人的开力，有法度。咱得爱祈祷上帝，赏赐圣神的开力，伫台南神学院，互伊会当渐渐勇行起来。神学院若勇行，神学教育若周全，人训练出来传道者，就会成做教会也是福音职场上大的帮助。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的上帝，阮特别感谢你伫1865年有差派英国的宣教师来到伫阮台湾台南的所在开拓福音的事工，然后10年后伫1875年有创办台南神学院，培养济济阮台湾本土的传道者。这151年来的岁月中，培养真侪福音尽忠的工人，伫台湾各所在，或者伫国外所在传播福音的种子。感谢上帝的赏赐。毋过，阮嘛看见这150多年来，台南神学院有出现袂少的问题，毋但是学生的。嘛有老师的，恳求上帝你的怜悯甲疼惜，原谅阮的软弱甲过失。
我们要恳求你赏赐圣神的开力，互台南新来，因为你赏赐圣神的开力，定心改造换新，伫培养传道者的神学教育事工上有搁较好的见证。愿将台南新人院全号师生交托伫你的手，恳求你看顾，恳求你带领甲保守。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知影今年对3月29到4月初4，这礼拜中间，伫这个礼拜中间叫做受难周，就是2月18开始就已经进入大斋节。咱会当通知影，我定会甲咱提醒咱做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咱得记得教会祭期真要紧的所在，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甲过活。咱若得看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咱今日读的52章13节到53章，若爱读应该读到53章结束，就是咱伫启应文有读到53章，咱伫读圣经读到53章第1节，这段圣经节，我就无要搁再讲，因为这段圣经节伫今年无偌久进前，郑永文牧师伫带咱读以赛亚书的时，就已经有讲过。我就无搁再重复这段经文的信息。我今仔日就要来讲马可福音书。咱咧看马可福音书伫编辑上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伊就是有3遍，连续3遍，对第8章、第9章、第10章3遍连续拢在讲一项代志。就是去耶路撒冷，伊会受难；伫耶路撒冷，伊会受难。这3遍的经文，就是咱今仔所读第8章31节到33节的所在。这是伫该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庄社。第2遍是伫第9章30节到37节。迄是伫加利利加伯农的所在，但是第3遍就是伫特别到耶路撒冷的路中，一直在行往耶利哥城去。这个第3遍的中间，咱得当看出耶稣更较清楚地讲起伊要受难的代志。其实咱嘛会当安尼了解4本福音书，拢将耶稣一生的生涯重点放伫伊的受难，这项是非常要紧。嘛通讲是4本福音书共同的报咱知影基督教信仰的内涵，上重要就是伫阐明。耶稣为着咱死，但是耶稣的死带来是咱生命得救的恩典。咱会当看见耶稣传道，然后伊是十字架顶，伊这种宣扬耶稣死伫十字架，然后将这个死伫十字架这种的身份，要甲伊是一个拯救者。这2个甲伊结连起来，非常困难。这种的困难，特别是伫犹太人的中间，因无法度想象一个叫做弥赛亚拯救者，竟然是一个受难者。因无法度将这甲伊结连做伙。其实，咱咧看基督教的福音。伫主后380年，基督教成做罗马帝国的国教了后，
教会真做基督教真做一个真强势有力的教会。啊，这个有力的教会时，咱看到开始派人出去传福音，派人出去传福音，派宣教师出去，定定拄到这个问题。像那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宣教师的背景常常是国家真强，军事武力真强，然后来得甲咱讲耶稣慈悲温柔个高水斗袂起来。咱应该真熟悉战后台湾头一任农福会的主任蒋梦麟有写一本册，叫做《西调》，西方的潮流。这本册头一页，伊就安尼写，伊讲耶稣是坐大炮来到中国，释迦牟尼是骑白象进入中国。白象在上顶的，就是神话内底讲，迄是一个神圣、和好、平安。咱通知大炮就真无共款咯。所以伫中国，定定发生教案，这个教案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同款，咱也在看。来到伫台湾，这种的问题定定会发生。台湾人真无爱基督教，来到伫台湾早期的宣教师头一个来，马雅各医生伫台南开始开门诊，无甲一个月时间，门口就互点石头、牵石头、破西石，后来伊不得已。来搬去到伫高雄以后的所在，有一片电影算真新的，嘛，搁在一定拍过，叫做《教会》这片电影。我来问看嘛，捌看过举手看嘛？教会 mission， 遐尼少，牧师是毋是有自己找来放看嘛？这片电影在描写。真强的国家，当时航海真强的国家，无倒牙的宣教师去到伫中美洲的山顶，伫遐甲原住民传福音。西班牙甲葡萄牙在战争的时阵，部队因为战事，所以部队政府挂土地，互战赢的国家，将土地挂出去。然后部队去到伫原住民的地区，爱遐的原住民搬徙，因为因原来的土地属地无共，对敌的国家就嘛对敌拍死，就爱搬徙。但宣教师伫遐在甲因讲，教因手艺，教因真济生存的方式。结果这部队拍炮。这不愿迁徙的原住民，面对这大炮在拍的时，因要安怎？包括这天主教的宣教师就分做两边，有一边就教遐原住民的武士、亚基斯、亚武器来抵抗；另外一边的亚十字架，讲咱唔好抵抗，咱亚十字架靠上帝开力。结果，规个部落的人死甲剩囡仔，规个囡仔哪定？到底你是要信耶稣，还是你要信大炮？这真做强势国家的后面有武力在支持的时，就会发生这个问题。咱去在读荷兰史，咱嘛读到这个问题。荷兰伫台湾的时。因得开拓福音，甚至有38宣教师来到伫台湾，开设足济教会，到落尾拢总无去，甚至佫翻译过圣经。
情感文献，咱若去来看，即种的物件，拢得讲出后面真强的武力，但这武力若一日互取代，福音的时间就拄着问题。咱今日读的马可第8章27节到第9章的第1节，这段圣经在的嘛同时阵记伫马太16章13节到28节，或者路加18章的第9章的18节到27节。咱若将这三段共同福音书的记载，耶稣的预言。伊的受难，这经文来起来对照，咱就会发现有真无共款的所在。安尼就是马太第16章17节到19节，短三节圣经节，影响后来教会历史非常大。这教会历史就成做两个真重要的系统，一个就是彼得。一个就是保罗，咱地当通知，这是马太福音书，都有真侪圣经学者会讲起，迄三节圣经在17节到19节，这个16章，这有可能是后来圣经的编者在编传的是教会已经在发展加天入去的经节，如何？咱毋知，咱敢知影，就是讲耶稣甲彼得讲的话，伫马太福音书所写，影响初代教会非常的深。马可福音书对第1章14节开始，到第8章的26节，伊拢将耶稣工作的所在定位伫加利利。所以，伫记载伊伫加利利所行所做，但是卖当发现伫加利利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耶稣所做遇到的力，是来对逐阶层拢有的，特别是犹太人、社会领袖、宗教领袖，因真无爱耶稣。因为耶稣的出现，无论是伊的教示，还是伊在做的代志，拢互众人感觉真着惊，佮真稀罕，佮真欢喜。所以无论伊去到倒位，身躯边拢有真大阵的民众甲伊围地。一般的人真趣味，马可福音书的作者伊的描写。一般的人看到耶稣，就赶紧来。咱知影众人来找耶稣，目的是要创啥？就是身躯破病，要得到医治。今仔假使咱黄春生牧师来了医病赶鬼，我看今仔日礼拜堂毋是干安尼那定。大家对医病赶鬼。行神者较趣味，真正要听上帝国福音的真少。所谓上帝国，就是咧讲用上帝做我生命的中心。那上帝做我生命的中心，安尼我也得爱看无家己，互家己卑微落来。但是大家对这是无趣味。大家敢在看耶稣的神迹奇事，因为大家爱看耶稣的神迹奇事，就会发生真侪问题。不过耶稣拢未放弃任何机会，有众人来，应该有破病要需要医治，伊拢伸手甲因帮赞。有人找伊毋捌借口讲无爱。伊一定会惊神啊！就是路加福音书的记，伊转去家己的故乡拿撒勒，逐个人无爱伊的时阵，伊悠然有惊神啊！伫迄个所在，迄神啊，就是医治的神啊！但耶稣拢会找机会
来讲起上帝国的福音。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第8章的27节。咱大家头前拢有圣经摕起来显啦，莫一定看银幕，会无健康。现一个圣经看卖第8章27节。第8章27节，伊讲耶稣甲伊的门徒上去该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乡村，伫路中，伊问因讲：人讲我是甚物人？安尼，这是伫甚物所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这是伫加利利河北边，大概是50公里的所在。属伫叙利亚的境内边界的边啊，是一个真水的所在。古早时代，马其顿的希腊人，捌伫这个所在乌山洞伫内底得拜自然的神明。后来伫大希律的时代，大希律为着要表示对罗马皇帝的尊敬、尊重，所以伫这个该撒利亚的山顶的所在，做一身该撒的神像，该撒的像做甲真大善。伊的囝腓力，后来就将这个所在改名叫做该撒城，该撒城就变做是啥？变做得纪念伊的意思，讲我腓力是一个地方的王，我非常敬重罗马皇帝，所以这个城是为着要纪念罗马皇帝，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安尼，咱会当通知耶稣甲伊的学生来到伫这个所在附近，伊就问伊的学生：人伫讲我是甚物人？伊伫问伊的学生，伊讲人安怎伫讲我？伊伫讲的这个人，其实就是讲一般的人伫讲我是甚物人，这真有意思。学生的应答真趣味，咱来看29节、28节，伊讲因应讲，有人讲伊是甚人？是洗者约翰，有人讲是以利亚，有人讲是先知中的一个。请咱注意，是洗者约翰。咱若搁倒转去读第6章，会去读到什么？读到当耶稣出现，名声透伫整个加利利地区的时阵，当时的希律王听到真着惊。希律王听到真着惊，头一个反应就讲，迄应该是伊所杀死去。迄个惊死的约翰对死过活。当时的人在流传，惊死的约翰嘛有惊神者，所以惊死的约翰可能无死，对死过活。然后街路巷尾，大家拢在传耶稣就是什么？真伟大先知。这伟大先知用什么人来做譬如？就是用以利亚。啥怎特别爱提起以利亚？因为以利亚伫马列基书第4章第5节讲什么？伫迄个大审判日来临以前，上帝大先找先知以利亚来到伫世间。安尼，咱就通知旧约圣经内底有2个人无死去，一个就是创世纪第5章所得讲，迄个人是甚物人？伊咯，上帝甲伊带去天顶，然后一个就是先知以利亚，伊无死，
上帝找一台马车，爱马车搁有火在烧的马车，直接坐去天顶，伊毋是坐太空梭，坐火在烧的马车去。所以，伫犹太人也是讲以色列人的传说上，世界末日到大审判的日到进前，上帝找先知以利亚过来，伊若是来，安尼就是时到了。其实犹太人到今保持一个传统，食饭桌啊一定要留一个空位。万一你在食饭的时，忽然间出现一个人坐伫遐，迄个就是先知以利亚。所以你厝邻桌啊，拢爱留一空位。你若坐满，就无人通坐啊。这是因的传统到今也有这个习惯，因在等待先知以利亚来。咱在看，这是当时在流传，所以咱会当看出讲28节，伊在讲到什么？有人讲是亚瑟的约翰，有人讲是以利亚，有人讲是先知中的一个。那将这句提起对照，马太福音书特别的提起什么？亚利米，伊会讲到亚利米也是先知中的一个。是安怎会提起亚利米？咱若去读亚利米书，就会读到亚利米的时代，就是巴比伦帝国上兴旺，南国的犹大强得要灭国。亚利米甲犹大国的百姓讲，咱无抵抗的能力，上好是投降。结果亚利米互当代人解讲，伊是什么？伊是叛徒。判国罪人，达掠去关，甚至要达处死刑。达关伫迄个高大的古井内面，国王死伫遮，毋是死伫遮，叫西底家王。西底家王对古井解诱起来，讲你甲我讲实在话。伊讲实在话，就是国家的亡国。你若抵抗国家的亡国，因无爱听，无爱听。结果犹大国灭国，以色列人掠去巴比伦，关伫集中营的所在。所以在讲到先知亚利米，有可能就是在讲一人。来听耶稣的话，耶稣在甲咱讲，罗马帝国毋是咱有气力去抵抗，所以上好来听伊的教示，倒转来到伫上帝面前。亚利米的时代，犹大国的人无爱信上帝，因甚至。咱若读第7章30节，会读到一句话，写什么？耶路撒冷的圣殿内面，菜偶像的敬拜，直到上帝大受气。咱若去读以西结，读到第8章，会读到什么？读到讲上帝至圣所内面，会得过约柜。得过约柜，遐天使将约柜带去离开耶路撒冷，到伫橄榄山。伊的意思在上顶，上帝坐伫橄榄山，目睭金金在看耶路撒冷受毁灭。这是主前586年巴比伦拍入去耶路撒冷的一个场景。咱在看证人的应答，其实咱会当看出讲，耶稣伫加利利传福音，逐个人对伊的行神迹奇事，也是伊的教示，拢感觉真着惊。譬如讲，听伊的教示，逐个人头一个反应，耶稣在讲到上帝国教示的时，逐个讲
伊伫讲的比经学教师搁较有权威，这是马可第1章22节所讲的话。咱阁会看到讲，耶稣命令一个变碎的人，讲叫伊起来，对仆仔爬起来，也伊的仆仔出去行，也讲你的细囝，你的罪已经赦。当时的宗教领袖听到讲耶稣所讲的话是在侮辱上帝，因为会当赦免人的罪，毋是人，因无了解耶稣的背景。这是咱伫看马可福音书拢看会到。啊，然后伫安息日，咱伫看耶稣伫安息日医好破病的人，特别是手高大的人，也宗教领袖挡袂牢，社会领袖挡袂牢，所以因得联合设计要安怎将耶稣打害好死。这是伫第3章第6节的所在。咱咧看耶稣医病赶鬼，对耶路撒冷落来的经学教师看到众人着惊的时，因的头一个反应是啥物？伊讲耶稣已经安怎？已经互鬼王附身，有起笑的现象，所以随时有人走转去伊的故乡拿撒勒，甲伊的老母甲小弟小妹讲耶稣起笑咯，恁上好甲带转去厝。这是伫第3章咱看会到的所在。咱嘛可以看见耶稣的教示就真特别。有人甲伊讲，你的老母甲小弟小妹来，伊讲尊叹上帝旨意的，拢是我的老母甲兄弟姊妹。有人听到这句话，感觉讲这是什么教示？咱咧看耶稣甲伊的学生坐船过加利利河，起大风涌。耶稣和风涌拢平静的时，包括伊的学生甲伊伫船顶的学生，迄个反应是啥物？这个人是啥物人？咱袂感觉介奇怪吗？日暝困做伙，然后讲这个人是啥物人？这拢在显明，毋是一般的民众，包括耶稣家己的学生着惊。耶稣在惊水面，学生看到迄个反应是着惊，个戆影，毋知要安怎。咱若看这，拢会去看到马可福音书的作者一直在描写伊的学生对耶稣的人物真模糊，就是讲无清楚。其实伊的学生看到，拢看到什么？耶稣会晓惊神者，会晓讲真济真特别，甲传统对圣经的教示无共款的物件，然后看起来拢啥群众定伫伊的身躯边。所以咱即马看卖28节。28节，耶稣在问讲：一般的人讲我是什么人的时阵，然后咱看29节，29节伊就伫遐随时问什么？讲啊，恁讲看卖我是什么人？恁嘞，别人安怎讲无重要，就马换恁讲看卖我是什么人？咱看这个29节，伊在问耶稣的时阵，伊就彼得头一个在回应：“你是基督。”哦，咱在看这个彼得的回应真清楚，你是基督。但是咱若去对照马太16章，彼得的应答毋是加一句话，伊搁下面搁加一句话。是真我上帝的囝，
伊咧讲到永活上帝囝的时阵，我头先有讲地点伫倒位？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城，伫纪念罗马皇帝的伟大的一个城市的所在。然后伊咧讲，你是永活上帝，因为罗马帝国伫推动皇帝崇拜，所以罗马皇帝就是亲像上帝。罗马皇帝亲像上帝，所以拜神明、太阳神、拜这诸神了，嘛得爱拜罗马皇帝。但是伊在讲永活上帝时，这是一个对照。罗马皇帝会死，伊无法度永活，伊会死。若是人拢会死，所以永活上帝囝。马太福音书随时写什么？写耶稣学了彼得，伊甲彼得讲什么？你会晓讲这句话，毋是你家己讲的，是上帝圣神启示你，你才认捌。有上帝神甲你启示，你才会认捌。这是马太福音书。马太福音书搁特别，伊就接来讲什么？讲你是石盘，彼得伊即马互伊一个名叫做石盘。我要将教会起伫石盘顶，我将天国的锁匙交互你。我有甲因讲，家这的话得影响教会，久久长长，所以有一个系统是彼得的系统。因为安尼，罗马大公教会千多年来拢坚持一个信念。若是无伫天主教洗礼，拢袂当摕到天国的锁匙，所以伫这人就无啊。你无 copy 一支起来，一直到当时，一直到1965年第2次梵蒂冈大会，梵蒂冈大会了全世界所有的主教，即个天主教会议第2次梵蒂冈大会的时阵，才解读这个看法。既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拢有份伫上帝国、伫天国的行列。所以咱咧看马太福音书，迄个16、19、19节，所以就有人咧讲，17、19、19节，伊讲这真有可能是初代教会天气编辑的时阵，伫编辑圣经的时阵，改天气的。马可福音书拢无这个资料，马可是大成写出来一本福音书，伊甲写讲彼得讲你是基督，然后咱咧看30节就真特别，耶稣就即时甲因遮个学生讲什么？讲莫将即个代志甲人讲，所以咱看30节。耶稣命令因千万毋好将对人讲伊的代志，讲伊的代志是什么代志？基督。咱知基督的意思就是拯救者，是弥赛亚。是安怎会安尼？咱伫圣经的内面会读到几遍？读到什么？读到耶稣伫医病行神迹了，拢会阁讲一句话。莫当讲，这也介奇怪。譬如讲，伫会堂的主管街路的厝，伊的查某囝死去，破病真伤重，得要死，来找耶稣。耶稣要去的时，厝人的萝卜过来讲毋免去，已经死去。耶稣带3个学生，彼得、雅各、约翰，做伙去街路的厝。然后证人伫遐伫啼哭，伊讲伊无得死，伊无死，伊是伫困，大家在笑，所以无爱互遐个人入去。伊带这3个学生甲伊的这查某囝的爸母做伙入去，伫个房间，伫个面床边，耶稣将迄个查某囡仔牵起来，伊就好，然后甲爸母讲摕饭好食。
用食饭来证明伊真正是过活，对死过活。有介趣味，耶稣讲了，莫当讲，这嘛介奇怪。啊，若对照马太福音书外面迄个出众的鼓吹阵拢伫遐伫等，等要出众。啊！你讲叫伊莫当讲，啊！迄个查某囡仔嘛会出来甲大家讲 hello。啊！你讲莫当讲，所以伫福音书内底有几啊遍，啊！咱实在无法度理解耶稣哪会安尼交代。咱敢会当讲有一个可能性，伊就是咧讲什么？伊就是咧讲，什么？你若去当讲。会真紧传到伫耶路撒冷的宗教法庭，犹太人的宗教法庭会认为，来将耶稣达掠来检查看卖，伊是毋是上帝差来的使者。耶稣无爱浪费迄个时间，所以咱会当看出这是一个真有一个可能性，甲这是有关系。然后咱会当过来看。落去31节到33节，耶稣就开始教伊的学生，伊讲人子会受济苦难，伊就开始在教学生讲，伊会受苦，啊，佮会互这宗教领袖、经学教师、长老、祭司，甲伊拒绝，啊，甲伊害死。咱注意看，长老。经学教师搁什么货？这是这三个规律，就是犹太人宗教法庭来形成的，就是这三个规律形成宗教法庭。大祭司做这个法庭的主席。后来咱若去读到15章，就会去读到，就是因耶稣去到伫大祭司。公馆内底审问，就是这三个规律的人开会，决定一人耶稣亵渎上帝，爱将伊害好死哦。所以耶稣伫遮在讲这个代志，但是爱注意一人，有一句话真要紧，就是耶稣讲伊会红胎死，但是几日后会过活，第3日过活。第3日过活，这个是一个真要紧，所以受难甲过活是一体两面，袂使分开的。嘛，因为这个缘故，教会久长以来，除了在强调耶稣的受难，嘛在强调过活的意义甲重要性。啊，咱会看见耶稣安尼讲，然后。耶稣讲了彼得头一个反应，彼得头一个反应，其实话无亲像圣经翻译的遐尼的温柔。咱注意看，伊讲这个代志讲甲真清楚。32节，彼得就由耶稣去边啊，甲伊责备。字眼是写责备，其实是大声吼。真大声去扭咧，意思就讲，有人在讲彼得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在耶稣讲，啊，若知影去会死，是安怎要去？莫去！啊，耶稣更较生气，耶稣的回应讲啥？伊这个撒旦，就到下去边啊去。你是撒旦，啊，你在想的拢是人在想的代志。毋是上帝的物件，所以耶稣无温柔，伊足大力甲彼得的位边去讲，你是撒旦。啊，你若去对照马太，咱若对照马太，我头先咧讲的16章，耶稣学了彼得，讲伊会认伊是基督，永活上帝的囝。这句话伊会晓讲，是圣神启示伊讲的。不，圣神启示了，啊，连伊变撒旦。咱会当看出，这是一个足深色的所在。有时阵，咱看起来真好势，不定表达出来是毋对的。啊，耶稣在讲什么？你在想的是人的，
毋是上帝旨意。咱来看34节到第9章的第1节。34节到第9章的第1节，耶稣就教示众人，若要做我的学生，要对我，得举起十字架，举家己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伫波斯的时代一个刑具，一直传到伫希腊，传到伫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用十字架来底刑罚，毋是罗马公民的人。就是讲，若毋是罗马公民，有社会叛乱、做恶道的代志，就用十字架做刑罚的工具。耶稣会顶十字架，用十字架，就是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因无法度判耶稣叛乱罪，所以咱也读路加23章第2节、第5节，因去彼拉多遐控告耶稣的罪名是非常政治性，讲耶稣对加利利沿路来到耶路撒冷，逐世界拢在鼓舞犹太人卖纳税给罗马皇帝，若无爱纳税给罗马皇帝。这就是真正叛乱。毋过彼拉多讲无呢，我查过，伊拢无即个行为。然后咱看因会阁讲什么？因阁甲彼拉多讲：你若无甲伊判死刑，你一定是该杀的朋友，定是罗马皇帝的朋友。所以彼拉多会惊。咱也在读福音书到落尾读到路加，伊会读。讲到什么？讲彼拉多惊众人的声音，大声赢过，这公义的审判就是真正判十字架的死刑。不过耶稣在教众人讲，你得举十字架，十字架当时的人看做真歹、见笑，甚至会配烂，因为叛乱的人定定带来的灾害更较大。这是咱得看耶稣安尼甲因讲，伊甚至佫讲到一句真要紧的话，讲人若珍惜家己的性命，会失落性命，想要赚到全世界，丧失性命是无意义的代志，因为你无法度用任何方法挽回性命。耶稣在讲这是已经在讲一人，咱的性命的管理者是上帝，毋是咱家己。生命是上帝想事，上帝的决定。各位兄弟姊妹，咱在读这段圣经在耶稣落尾讲一句真要紧的话，伊讲伫这个淫乱邪恶的时代，若掠我的教师做见笑。伫荣耀的日子内，我嘛用你做见笑，看你做见笑。淫乱邪恶是在表示什么？表示对上帝毋是真正虔诚的心。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观念，因甲上帝的关系是夫妇的关系。若夫妇就是爱忠实。袂使有两样的想法，信仰就是安尼，信仰就是爱真正虔诚忠实，毋是这嘛好，迄嘛好，无迄个物件。咱在读这段圣经，会当做伙思想几种的问题。头一人，耶稣在问伊的学生：恁讲我是什么人？伊毋但是在问伊的学生，耶稣即句话嘛，在问咱今仔日所有信耶稣的人。咱得爱家己问看卖，我所信的耶稣是什么人？有的人来信耶稣，你来信耶稣是为着什么来信耶稣？这项是非常要紧的一个问题。若要来信耶稣，来有一个觉悟，来信耶稣无发财金，
我有几啊遍拢在想讲，咱教会是毋是来做一支较大支的十字架，还有人来点光明灯，逐日放圣诗。我嘛在想讲，旧历过年正月初，牧师会使发财金。你看咱台湾的民间宗教，迄个信仰，迄个偏差，迄个错误，已经对落甲即种的情形，信徒非常多。我有时阵看到心真酸。咱的教会传福音真歹传，又拢传袂出去，是安怎传袂出去？无人想到爱举十字架，十字架得表明是生命的苦难。就是我拢定达来查经班参加我查经班的人讲，或者我伫东门伫牧会，拢会甲信徒讲，认捌基督教的信仰是对生命的苦难切入去认捌。生命有苦难来信耶稣是对。你若生命无苦难，莫来。给了时间，搁得参加奉献，了真济，唔免来。但是你若有经验到生命的苦难，你开始来学习，要安怎认捌？这个耶稣是生命的主，这是耶稣在问咱今仔日的时代，特别遐尼动乱不安的时代，耶稣在问咱：恁讲我是什么人？第二项，咱咧读这段圣经，伊其实嘛在咱讲一人见证耶稣，毋是在礼拜堂在讲我信耶稣，是伫你的工作的职场，伫你生活环境的中间，你敢勇敢同讲我信耶稣。但是因为你讲这句话，你可能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好像代价。你在上班袂使摸鱼，摸鱼哦！你在做工课袂使偷工减料，无头家伫遮，因为我信耶稣，我要证明我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所在。来教会唔免同讲你信耶稣，因为来教会的人。拢是原来承认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咱伫这个所在拢唔免去点我年资外深，这甲得救一点仔关系拢无。咱敢会当讲一项，我愿意伫我生活工作的职场当讲，我信耶稣。第三项，咱今日读这段圣经在，嘛是在甲咱讲一项。上帝才是历史的主。对波斯到希腊到罗马帝国，十字架拢是见效、抬高垃圾的记号。但是因为耶稣的死，这个十字架就改变，这个历史完全改变。咱做一个基督的信徒，咱唔好亲像真济政治人物迄个款，讲要伫历史留名。咱拢有经验过，过去伫历史留名，今仔日迄个名拢爱去更改，真歹看。同款，咱的教会嘛是安尼，唔好想要伫教会留咱的名，讲我伫这间教会有甚物贡献？无。咱长老教会创设者约翰加尔文讲甲真清楚，咱所有的亏力、所有的材料，拢是上帝赏赐，所以咱得安怎将一切荣耀归乎上帝。这嘛是保罗写批互哥林多的教会，甲哥林多的教会所讲，伫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7节，咱所有的材料拢是上帝予咱。若无上帝赏赐，咱什么拢无。
这项观念爱伫咱的信仰的中间，来留到久久长长，特别是伫咱的教会信仰的内面，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对圣经的话来底分享甲学习，愿你赐福阮。感谢你的听通，靠耶稣的名，阿门。各位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45首，我的救主降生伯利恒城，请徛起吟。这是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为着快速变迁的 AI 时代，会有信仰的智慧；第二，为着小组化甲个人化的挑战，由上帝带领；第三，为着专治威权国家受迫害人民得到自由。请咱三角出声，同心来祈祷。
这时，咱请主县长陈子恩一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呼召大领阮，通过一摆聚集伫遮，同心追求你的面。主啊，面对这个快速变迁 AI 的科技时代，恳求你赐落上天的智慧，互阮伫各种亲像大水引来的资讯，甲科技的冲击中，通坚定徛在伫信仰的军人顶面，互直到未事方向，搁较伫学习你的真理，来引带阮每一日的生活甲好势。阮也要为着台湾社会现在所面临少子化甲高龄化的挑战，来五里呼求，求主亲自带领教会，用行动去实践信仰，关怀长辈，照顾弱势，通用智慧勇气去监督鼓励政府条约，为这个土地人民制定互你心意的办法，能够互少年一代通看见毋忘，伫顶厝三厅夫妻中，去做一个有尊严、有温度、有毋忘的社会。而且，阮也要为着世界上外地专制独裁政权，现在伫受迫害、受苦楚的人民代祷，恳求公义主阿罗听诉所有阿伯者的哀求，求因你大开了的手拍破锁链，互所有受苦的心灵拢得到自由甲平安。愿你的公义甲和平实现伫世界每一个角落。主，你知阮软弱，所以阮将这个代祷，同时也将阮家己拢交托伫你的恩典的手中，恳求你的信心坚固阮的信心，继续牵阮的手，带阮伫一个看无毋忘的世界中，活出基督的永远毋忘见证。阮应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阿免。这时，咱来奉献。请咱献开周报通知事项。3月份7月长老是朱大庆长老。第一项报告，感谢罗俊义牧师，伊今日咱第一场的礼拜来分享圣经上帝的话，佮代表新人院请安甲募款，并请兄弟共同关心台湾新人院。第二项报告。3月29号是中秋主日，要举行圣礼典。咱敬请有领洗，也是虔信徒的基督徒备办心来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宴席。若有要参加受洗，请向牧师也是长老来报名。第三项报告，伫4月5下晡1点，要伫这个大礼拜堂举行追思个人的这个礼拜，请有要伫即个参与的家庭，无论是进前有参与过，请伫28号办公室来登记。第4项报告，伫3月20号，就是拜五，要来举行即个咱例行的即个守护台湾的祈祷会，要请牧师来信息。宣讲，要请林维雄教授来做处境的分享。主题是大道理想国，分析这个国共两党道名起势的规格。这个礼拜四要来举行立法院的祈祷。第5项报告，咱圣经学校的春季班已经展开，有5个课程。请咱家己看，嘛是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第6项报告，伫3月21号要来举办一个对荣耀甲理性一个第一讲，就是要来伫这个10点甲12点的时阵，伫小礼拜日来举行，要邀请牧师甲罗启明牧师
来主持。第7项报告，人权纪录片，李智英的这个关系到伊的记录，要伫这个3月15号下晡就是今日下晡3点45分，有要邀请3位讲者李明德、李家昌、甲这个Mark Talen 这个书来对无共款的角度来分享对话。第8项报告，欢迎大家来参与伫3月18号礼拜3暗时6点50分伫主日学教室举行的一个大家讲台语，是要邀请到蔡伟贤医师来做专题，为防疫医学讲起，欢迎兄弟参加。第9项报告，伫这个2020年，这个台湾基督迎宾协会甲咱教会要做伙继续合办一个婚姻的成长团体，对5月份甲10月份有6摆的聚会，对今日开始报名，甲3月31号截止，欢迎有需要兄弟来参加。以上团契消息、教界消息，甲本期的时间预告，请咱家己看。请咱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起立。就是咱请黄牧师来介绍甲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吼，对这个洛杉矶转来台湾佚佗，高广汉甲王小梅，来欢迎。过来介绍对客户教会过来吼。柯经人，欢迎。来欢迎民专兄的太太素月姐，甲伊的后生吼志玲，欢迎。过来介绍是第一遍来到咱教会颂选会，唔知欢迎。咱今仔日特别欢迎这个周巡甲伦威因带因的囡仔第一次来到伫教会，咱也要做阵来为着目前来祈祷，咱甲拍鼓甲欢迎。咱三个来为着目前来祈祷吼，咱三个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互祖训轮回，因一个新的生命伫因的中间，互因的囝儿伫上帝你的看顾下底健康来长大。阮要为着目前仰望伫上帝你的圣手，愿你扶持看顾伊，也上帝甲人会听。那加天伫伊的顶面，愿将目前甲伊的父母、因的家庭仰望交托伫上帝，
愿上帝引带因、帮助因，互因伫基督的听内面，会通三听，会通得到健康的成长。愿将目前搁一遍交托伫上帝你的圣手，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免。互咱搁拍拍来欢迎小朋友。作为来吟圣诗，就是每遍诗，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人来，吟诗说请老师教导，听下该言。上帝听从，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神的相通帮助，甲恁众人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会，阿免。请坐。得到避讳，新朋友若有需要代祷，弟兄姐，请甲前庭有牧师长老甲同工为你来介绍去代祷。其他的兄姐欢迎参加中庭地饼会交易。